喺越南南端嘅富國島有一座彷彿同意大利亞馬菲海岸一樣嘅日落小鎮，呢度冇喧囂嘅車流，只有浪漫嘅石板路與無盡嘅海景。遊覽日落小鎮行程可分為兩部分，第一，日落小鎮山城漫步，第二，乘跨海纜車到島外嘅香島樂園。我哋安排喺日落小鎮逗留4晚，呢個係一個浪漫嘅夢幻旅程。第二日朝早，我哋乘纜車往香島太陽世界自然公園遊覽，食完早餐便往纜車站，嚟到售票處，只有幾位旅客，好容易就買咗搭乘纜車連自助午餐嘅來回門票，每位115萬越南盾。Hon Tom 纜車將俾包乜嘢呢？來回嘅纜車啦，同埋 lunch 啦，免費嘅 water park 同埋 game on the day 啦，仲有一杯啤酒或者係 watermelon juice。仲有一個係免費嘅 Kiss Bridge admission on the same day， 都可以喺 Kiss Bridge 行一次啦嚇。飛啦，不過好得意嘅，佢係要9點前入閘嘅，但係我哋咧就8點50分至買飛，不過佢話 OK。就照買啦，點解係9點後咧就唔可以入閘嘅？咁得意喎！嗱，而家上面仲咁多人。原來買咗門票之後，必須喺早上9點前入閘，因只有7分鐘嘅時間，所以真係有啲擔心。當我哋逐漸咁接近纜車月台，剛才嘅擔心隨之而消失，換來係興奮嘅心情，準備挑戰呢條世界最長跨海纜車嘅震撼路線。我哋已經登上咗纜車，車廂好大，共有4排座位，最多可容納30人。準備出發。當纜車緩緩滑出車站，視野瞬間被無邊際嘅蔚藍大海填滿。呢個唔係普通嘅纜車，而係全球最長嘅跨海纜車。纜車升高之後不久，腳下係數不盡艘停靠喺海面上嘅彩繪漁船，紅綠交織，整齊或者錯落有序咁排列，有如海面上漂浮嘅彩色糖果。呢個係一幅壯觀嘅景色。呢條纜車路線全長7899.9公尺，被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為全球最長嘅3線跨海纜車。纜車從日落小鎮出發，途中會跨越3座小島，先至抵達香島。睇住巨大嘅支柱矗立喺翠綠嘅山頭，呢一刻心裏不其然感嘆工程嘅偉大。當睇到迎面佈滿屋子嘅小島，知道嗰度就係目的地香島啦。纜車嚟到香島上空時，已經清楚睇到島上嘅遊樂設施。約20分鐘之後，纜車開始降落香島太陽自然公園。從日落小鎮乘搭纜車往香島太陽自然公園，係集壯觀工程與極致海景於一體嘅難忘旅程，實在不枉此行。嗱，搭纜車嚟到 Hon Tom Island 跟住就俾啦，周圍行下啦，咁上下就食自助餐，自助餐食。係啊，呢個纜車站。99.9999% 嘅旅客咧，第一時間就出去玩。其實咧，附近都好多地方行，個花園啊，好多嘢嘅。
好，而家就四處走走。哇，好似童話世界。哇！不經不覺嚟到陸上樂園，其實纜車票價已經包含咗陸上樂園同水上樂園。不過原來時間尚早，陸上樂園內所有機動遊戲仲未開始營業。穿過陸上樂園就嚟到水上樂園，不過同樣仲未開始營業。玩水上樂園，全部水上嘢都唔開。唉，睇下又係冇開嘅。又係 close 㗎呢個水上樂園。水上樂園佔地好廣，佈置都好趣致，四處走走同拍照亦都唔錯。哈哈哈！卒之有一樣係 open 嘅，就係呢個 Paradise Bay 游泳池啊！哈哈。到咗差唔多早上11點，水上樂園嘅遊樂設施開始陸續營業，遊客亦急不及待跳進水中。哇！我哋買咗連自助午餐嘅門票，係時候去餐廳啦。餐廳嘅名稱係 Mango Restaurant。我哋張飛咧就包喺呢一間 Mango Restaurant 嗰度食嘅。個 restaurant 咧，梗係自己嚟咧就390K 啦，係時間就係11點至2點半。時間到啦，旅客都好有秩序咁樣排隊憑票進入餐廳。餐廳面積好大，挑高嘅木質建築透住涼意，空氣中飄住濃濃嘅食物香味。自助午餐非常豐富，多個長長嘅自助台擺放咗各式各樣嘅食物。大致可分為海鮮區、烤肉區、現煮區、素食區、水果區同埋甜品區等等，可用場面壯觀嚟形容。千祈唔好忘記，香島樂園門票仲包括一杯，仲有一杯啤酒或者係 watermelon， 又係嗰個免費嘅。Watermelon，你梗係飲唔到啤酒，飲 watermelon 啦嚇。嘅啤酒就係抵好多，有大杯嘅。因為自助餐有好多飲料，所以我冇兌換飲品。結果稍後竟然係有意外驚喜。食完午餐，當然係玩樂時間。首先係最溫和嘅旋轉，上升360度觀景塔。呢個係旋轉觀景台啊，一轉到咗上邊嘅。好嗱，上邊。大家咧就圍個圈，排坐食品果。啊，上升啦，好驚啊！啊，一路上升一路轉嘅，哦。陸上樂園有好多機動遊戲，我哋挑戰咗幾個睇嚟唔係太刺激嘅，結果又有仔喎，好輕騎喎，轉到我啊！以前玩嗰啲係咖啡杯嚟噶嘛，點知呢架係旋轉碰碰車啊，暈暈地啊！
香島行程全部完畢，我哋帶住一點疲累卻滿足嘅心情，再次坐上回程纜車。回程時可以再一次欣賞呢集合壯觀工程同絕美海景於一體嘅旅程，實在滿足。纜車大約20分鐘便返回日落小鎮，就咁樣結束咗香島嘅難忘旅程。搭乘完纜車唔好立即離開，纜車站有一個天台餐廳，係眺望跨海纜車壯觀海景同埋海洋之吻舞台嘅最佳地點。仲記得香島太陽自然公園門票包括一杯飲品嗎？仲有一杯啤酒或者係 watermelon。原來亦可以喺纜車站天台餐廳兌換㗎。呢度環境優美，一邊欣賞風景，一邊品嚐飲品，超享受啦。Alice，其實咧喺 Hong Kong Island 嗰度食 buffet 咧，咁多飲品供應咧，就唔好用咗張 coupon 去攞西瓜汁飲，應該咧嚟到呢度翻嚟個 cable car station， 係啦，呢度咧喺 Skytop Restaurant 呢度咧，呢度先飲嘢啊！嗱阿 Kathy 飲咗咧，我未飲咧，所以咧，你又可以 enjoy 可以 enjoy 一杯嘢啦，係啊，兩支飲罐。網上冇人講過呢樣嘢啊，真係第一次真係，我都完全唔知嘅。喂，但係佢哋 local 啲人知喎，我就係出奇點解出咗 cable car 咁多人衝嚟呢度飲嘢嘅咧？但係有好大半人唔知。好多都唔知嘅，嘥咗個 quota 喺上面咁多嘢飲，仲夾硬飲西瓜汁，將西瓜汁應該留翻呢度飲。係啦，嗱，呢個資訊應該係第一次有人講。好有用啊！呢個資訊。係啊，到咗黃昏，我哋喺纜車廣場欣賞日落。呢個時候，夕陽餘暉將西邊染成一片緋紅，企喺展望台上。睇住太陽徐徐沒入海中，仲有空中來來往往嘅纜車，好有詩意。可以喺日落小鎮睇一場絕美嘅日落景色，為呢充實嘅一日錦上添花。香島太陽自然公園門票仲包括今日最後一個行程，就係仲有一個係免費嘅 Kiss Bridge Admission on the same day，都可以喺 Kiss Bridge 行一次啦嚇。親吻橋呢個行程可選擇黃昏或者晚上其中一個時段進入。我哋當然選擇晚上啦。離晚上8點30分進入親吻橋仲有2個鐘，便喺日落小鎮四處走走。夜幕拉下，纜車站旁嘅日落小鎮夜市開始熱鬧起嚟。日落小鎮有免費穿梭巴士同埋免費小貨車，今晚就坐咗呢隻免費貨車仔。免費小貨車嘅起點站係威尼斯鐘樓廣場，基本上係將日落小鎮繞一圈。終點站係日落小鎮夜市 Buifest Bazaar。回程嘅時候，煙火突然喺車頂爆發，感覺十分刺激。好打仗啊！好打仗啊！約晚上8點30分返回親吻橋南口前嘅海濱廣場，可以進入親吻橋啦。從橋南口慢慢往上走。黑夜中海洋之吻舞台嘅輪廓清楚可見，而遠處係日落小鎮璀璨嘅燈火，太迷人啦，讓人彷彿置身於虛幻嘅世界。
漫步於親吻橋上，海風輕拂住我哋嘅臉龐，周圍係無際嘅黑夜，只有橋上嘅燈，猶如一條發光嘅絲帶，指引住我哋前行。親吻橋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嗰兩段相向而行，卻喺頂端刻意留下30公分隙縫嘅設計。喺夜色同霓虹嘅點綴下，呢一道缺口成咗整座橋最浪漫嘅靈魂。走到嗰隙縫前，我哋停下腳步，嗰小小嘅缺口，讓呢一刻轉化為浪漫。站喺橋上，對岸嘅日落小鎮，坡地上嘅彩色別墅被暖色調燈光點亮，係一座充滿歐陸情調嘅不夜城。屹立於小鎮中心嘅威尼斯鐘樓，喺夜空中閃耀住暖黃光芒，散發住浪漫而神秘嘅氣息。隨住一聲清脆嘅鳴響，無數火樹銀花喺親吻橋上空綻放，五彩斑斕嘅煙火同小鎮嘅燈火交相輝映，將小鎮嘅浪漫氣氛推至咗最高點。心中嘅童話夢想，彷彿喺呢一刻成真。